大家好，我是方莹，我是尊贵的专读过仁波切的弟子，也是科切拉佛教团体的中文翻译，已经有8年的时间。那么继我上一段视频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马明菩萨撰写的《世事五十颂》的第23颂，那么今天呢，将会跟大家分享《世事五十颂》的第24、25和26颂。好，那么说到世事五十颂呢，当然我在过去的视频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解过了，其实就是由一位印度的佛教大师叫马明菩萨所撰写，然后一直以来呢都没有任何佛教经典或者是任何一位佛教大师针对马明菩萨所写的这个世事五十颂呢做过任何的注释，直到这个西藏的第二佛宗喀巴大师就针对马明菩萨的世事五十颂呢做了这个注解，然后呢今天呢就流传到从宗喀巴大师一直流传到我们的祖师迦叶帕慕卡仁波切，然后再传给迦叶释迦仁波切，还有等等之后的这个格鲁上师和其他教派的上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跟我过去之前好几个视频的这些分享的内容都来自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是世事五十颂的这个注解，但是是英文内容的。那这个书的这个内容的开始呢，其实就源自于我们的祖师之一的迦叶释迦仁波切的弟子葛西仰望大杰所给的这个开示。那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跟之前分享的内容都来自于这本书的内容。好，那就说回第24颂。第24颂的内容是这样的：大会弟子欢喜心，上师指导当听受。真实超力不能为者，则善言恭敬禀白。那这一段集颂呢，他要说的是，真正一个有大智慧的这个弟子呢，不管他在聆听上师的指示跟教诲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抱持着一颗非常大的这个欢喜心去聆听上师的言教、教授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指示。然后呢，而且呢，有这个大智慧的弟子呢，还会对上师所给的这些教诲跟指示呢，在执行上呢，他们会保持着一颗非常大的坚韧的心，然后他们会保持着一种坚持不懈的那种态度去执行上师的，不管是去实行还是去实修，或者是去执行上师所给的这些教导跟指示。好，那如果我们说回来，为什么我们要用就说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个大智弟子呢？就是会用一颗欢喜的心，跟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心去面对上师所给的这个教授和指示呢？因为上师的教授，不管是佛法开示或者是他给你做一些工作，或者是他指示你做某一个东西，那不管是哪一样他们上师给你做的任何东西，给你说的任何话，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去这么做的。那好比说，可能你的上司会指示你每天必须去他的公园去浇花，那可能因为你本身面对的问题是你做事情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每天去做同一件事情，那可能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障碍，你可能是一个不够纪律的人，然后你的上司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指示，让你去培养这个纪律。所以呢，上师不管他是叫你做多大的修行，还是做多么小的一个动作多么微小的一件事情，可能在你眼中非常微小，但是上师所给你的任何指导跟指示，都是为了让你做更高的这个修行，然后获得更高的成就。那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根器都比较低所以呢，上师呢也必须量身为这个弟子量身定造一些指示、一些工作，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起我们这个所缺乏的一些部分，然后呢改掉我们的劣根性改掉我们那些坏的习性，然后呢就有怎么说，就有助于我们未来做更高的修行对我们的这个正得佛果的这个路上呢，做了各样的安排。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弟子应该能够看得穿或者是看得透上师这样的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安排、每一个教诲背后的用心。那所以当这个大师弟子看得到上师的苦心和用心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在听任何上师所给他的教诲跟开示或者是指示的时候，都是用着一颗欢喜的心去面对。然后呢，因为他也知道上师所叫他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是跟他说的任何开示教诲，都是为了他好，所以呢，他会用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去面对、去执行、去实修。这也就是大会弟子欢喜心，上师指导当听受就是弟子是应该去听受上师的任何一个教诲跟指示。然后接下去呢，就是说到真是超力不能为，
则善言恭敬禀白。那这边所说的是，如果你的上司叫你做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可能对你来说是已经超乎你的这个能力所及的范围，那你就应该非常恭敬的跟你的上司仔细的去解释为什么你做不了。那当然，在这个葛西亚王打劫的书里头呢，他这边说的是，就是除了是你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做不了，必须跟你的上司说明之外呢，这里还说及的是，如果你的上司叫你做的是违背戒律的事情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做，你可以跟上司拒绝，然后呢，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上司你为什么做不了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在这一边呢，葛西亚旺达杰呢就提及了引述了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开示。那这边提及的呢是这个在《佛说本生经》里头，那这个《佛说本生经》其实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前世的一些事迹。那在这个《佛说本生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在成为释迦牟尼佛之前，也就是他的前世，他曾经是一位婆罗门的弟子。然后呢，他在当婆罗门弟子的时候呢，有一位婆罗门的这个上师。那大家都知道嘛，婆罗门其实他这个婆罗门的弟子其实就是梵天，他们皈依的是这个梵天，然后他们呢自认自己是梵天的儿子他是梵天的子子孙孙。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他有一位婆罗门的上师嘛，然后呢，这个婆罗门的上师呢就指示释迦牟尼的前世去偷盗。去偷取别人的东西。那他背后的逻辑是说，既然我们是梵天的子子孙孙，然后世间一切的万物呢，都是由梵天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不是偷，因为那是我们父亲的东西，那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佛陀呢，佛陀的前世但我们这边说佛陀他其实就非常有智慧，他的前世就跟这个婆罗门的上师说，不管是在任何时候，偷盗从来就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上师非常善巧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呢，他就拒绝了上师去偷盗别人东西的这个要求。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就非常清楚的看到，如果你真的是上师，你的上师要求你去做一些破戒的事情，你做不了的话，那你就必须非常善巧，然后也非常恭敬的跟上师表明你做不了的原因是什么。那接下去呢，葛西亚王达杰还引述了这个上师会供里头当中所说的，我们应该常时呢就对自己的上师保持静观，看到上师的功德和优点，而不是一味的去看他的这个过失。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对上师保持静观，看到的是上师的功德，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高的成就。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是看到过失的话，你是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就。好，然后呢，这边呢，他在引述另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阿底峡尊者和他3位弟子的这个故事。那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佛教大师嘛。他曾经是在印度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住持，一个寺院的一个住持。然后呢，后来呢，他到藏地去弘扬佛法。然后呢，他的3位弟子分别是众敦巴，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阿麦讲许仁经。那阿麦讲许仁经其实是负责帮阿底峡煮饭的然后第3位弟子呢就叫做贡巴瓦那这3位弟子呢他们呢就曾经就是自己互相比较说，到底这3个师兄弟当中谁的成就最高？那有一位嘛，就是第3位，刚才我说的那位贡巴瓦。其实这位贡巴瓦呢，他是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躲起来，然后做禅修、做闭关的那个人。好，然后呢，即使阿底峡尊者常常都很希望能够见到他，然后给他开示，但是呢，这个贡巴瓦呢，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自己做禅修，而不去见自己的上师。那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是他们就互相比较，说这3个弟子当中，师兄弟当中谁的成就最高？然后贡巴瓦呢，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的修行成就最高，因为他做最多的禅修嘛，所以他就自认为自己的修行成就一定是最高的因为他刻苦的做了很多的禅修等等的这样实修的一些动作。然后直到有一天呢，就上师呢就测试了观察3个弟子当中谁的成就最高，结果那个检测的结果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对贡巴瓦来说是相当出乎意料的。成就最高的是众敦巴，
成就第2高的是谁呢？其实就是那个帮阿底峡煮饭的那位，叫做阿麦讲取人亲的那一位。那第3呢，其实成就3位当中成就最低的，反而是这位一心专修的贡巴瓦。好，那为什么会是仲敦巴的成就最高呢？因为仲敦巴其实他就是负责照顾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起居饮食的。他甚至在阿底峡尊者非常年老，然后病非常重的时候呢，他甚至是愿意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掏取那个阿底峡尊者的粪便。他就是为了照顾好上师，他不惜就是弄脏自己的双手啊，就是我们这边世俗当中标准所说的那个弄脏自己的双手。他不惜用这样的一种动作，他的那个誓师的那个师承和誓师的那个心已经是到了这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其实这个短短的故事当中，其实就告诉我们，上师依止心才是我们获得成就的最大的这个根源啊。依止上师，如理的依止上师，甚至可能只是像阿麦讲取人亲一样，他只是一个煮饭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可能也不是像贡巴瓦做那么多的修行，他可能甚至懂得佛法啊，懂得这些道理佛法的这些佛教道理、佛教的这些理论，肯定或者是可能会比这个贡巴瓦来的少。但是为什么他的成就还是比贡巴瓦高呢？因为毕竟他也是时时刻刻的都在在饮食上照顾他的上师阿底峡尊者反观是这个贡巴瓦呢，因为他时常就是回避自己的上师，不见自己的上师，就以为自己躲在房间里头修炼，然后就一定有更高的成就，那也是不必然的。为什么贡巴瓦做了那么多的禅修，他始终不是那个获得最高成就的那个弟子呢？3个当中为什么他不是最高的？因为其实我们说，当我们去伺候我们自己的上师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真正居格的上师，我们不说邪师。那我们的上师，真正居格的上师，或任何你的、我的或他的任何的上师，真正居格的上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伺候好我们的上师，我们能够照顾我们的上师其实这也是一种供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你的上师是一个做弘法利生事业的人，那如果我们帮助他伺候他，照顾好自己的上师的话，你至于能够让你的上师无后顾之忧的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也就等于你也在累积这个弘法利生所得到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个对我们在修行上获得成就也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说在修行上获得成就，不单纯的只是像贡巴瓦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禅修就能证得这个佛果，或证得真正高的这个成就。我们其实应该做的也包括伺候和帮助和照顾我们的上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照顾伺候好上师，其实也是供养佛的一种就是我们对上师所做的任何供养所做的任何举动，其实跟佛是没有两样的。因为上师就是佛，就是金刚持这个佛，或者是任何一个本尊的佛是一样的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上师，供养好自己的上师，那也就等于我们是在累积供养佛、供养诸佛30诸佛、十方诸佛的这个功德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说像贡巴瓦那样自己做禅修也就能够得到高成就，反而是那个即使只是在替阿底峡尊者煮饭的那位叫做阿麦取节人亲的这个人呢他只是单纯的煮饭，他可能连禅修都不会，但是他因为长时间的他在照顾阿底峡尊者的起居饮食，那他的成就也来得比这个一心专修的这个贡巴瓦来得更高。所以这一点呢就凸显了照顾跟供养上师伺候上师，有这个真正的上师依止心是多么的重要不单纯只是照顾伺候有的人可能弟子在比较遥远的地方，那你要他非常近身的去伺候跟照顾上师也做不了。但是我们所看的这个例子当中，其实要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有真正培养起真正的上师依止心的话，那么你的成就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成就然后呢，这边呢，他还就这个开示里头嘛当场就有一个人就问了格西亚旺达杰，他们问这个人呢就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常常听不一定要听上师所跟我们说的任何事情嘛？因为刚才其中一句开始是说真是超力不能为，则善言恭敬禀拜，那是不是表示说弟子可以不用什么时候都一定要听上师的话呢？那就有人向这个格西亚旺达杰提问了这个问题。
好，那葛西亚王达杰是怎么回答的呢？葛西亚王达杰就说，这个马明菩萨呢说，我们应该常常的，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啊，尽可能尽最大的努力呢，都要听从上师的指导啊，都要听从他的这个教诲和指导。OK， 然后呢，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如果我们被要求做的事情非常的困难的话啊，或者是已经超出你的这个能力了，那你就可以非常谦敬的很好的非常和善的去解释为什么你做不到。如果你的上司呢叫你做的是一些违背你的这个怎么说戒律的事情的话呢，好比如啊，这边葛西亚王达杰呢就给了一个例子，就是叫你去杀人啊，那这个事情呢，你当然可以拒绝。那葛西亚王达杰呢，就提及了这个佛教故事里头非常出名的这个人物，叫做央觉摩罗啊，他的名字在梵语里头就叫安古利玛拉。那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在网上找，非常容易就能找到。那这个央觉摩罗呢，他其实在认识追随释迦牟尼佛之前呢，他有一个外道的上师。那他的这个外道上师因为妒忌这个央觉摩罗，而去叫他去杀1000个人。然后呢，再将这1000个人的手指骨呢来做成项链。如果他能做到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超脱轮回所以呢，如果是你的上师要求你做的事情是犹如这个央觉摩罗的外道上师所要求他做的事情，你当然可以拒绝啊。那然后呢，这个葛西亚王达杰呢还说呢，在菩提道次第和这个佛说本生经里头呢。对，佛说本生经里头就有提及这样的一种例外的存在啊，所以你是可以拒绝的，你可以很好的去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做啊。当然，如果不是这些不破戒的情况下，如果又是你能力所能及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你上师叫你做的，你就应该去做除非是叫你去杀人，做一些违背戒律的东西，否则的话那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如果那件事情对你来说实在太难了，那你就应该很好的去跟上师解释你为什么做不了。好，这就是第24颂的内容。那来到第25颂呢，是这样的内容是。依止咕噜阿舍利，成就升天现乐成，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那这个偈颂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完全去依止上师所有的这个教导和指示啊。当我们说教导，当然就包括，如果你上师叫你守戒，你就守戒；如果上师叫你做一个好人，那你就做一个好人。那上师如果叫你培养出离心，那么你就应该培养出离心，可能甚至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开示，比如叫你控制好你的脾气，你的坏脾气要控制好那这些小小可能是那么微小的一个小小的指示，那如果你真正有这个上师依止心的话呢，你也会依止这些听起来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开示那我们应该呢就是完全遵照上师的话去做。然后呢他还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完全的依止上师的这个言教或者是他的这个指示和教诲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圆满的去依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获得现世就是现在这一个短短的生命当中的那些快乐跟幸福跟圆满，我们都能够获得。然后呢，甚至是你可以就是升天意思是说我们下一世我们投生的时候呢，就投生为天人。或者是现世呢，我们也会得到即时的快乐。所以依止上是完全遵照他的这个教诲和指示去做去修行的话，我们不仅仅可以得到这一世的快乐，也可以获得下一世的这个圆满比较好的这个投生就是升为天人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呢，在洗金刚序里头呢，也清楚的说到。如果你能完全遵照你上师的这个指示和教诲的话呢，你就能够证得一切非常高的这个成就，而且呢，在这一世呢，你也能够得到快乐。那相反的，如果你违背了他说的话上师的这些话的指导和教诲的话呢，那只会让你投身三恶趣。这也是为什么宗喀巴大师就说，如果你违背你上师的言教，或者是对上师不敬呢，那其实你是在造非常非常重非常深重的这个恶业。好，所以呢所以一切力所为，当受师命不违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
你应该用尽你一切的这个能力呢，去遵照你上师的话，而尽量的、尽可能的尽你最大的努力呢，不做到任何一次的这个违背上师的命令的这个行为所以这是我们不仅仅要去做到完全努力的去做到完全依止跟遵照上师的教诲，也要用一切的这个力量呢，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呢，去避免违背上师的这个言教跟指示这就是第25颂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来到第26颂呢，就是孤鲁财物犹如命，上师心爱如师敬，于彼上师直世人，如亲常时恭敬心。那这一段呢要说的是，你应该好好的照看你上师的任何的这个东西财务上的东西或者是他的比如说你是在上师的一个拉章里头，那我们说拉章其实说的是一个上师他的住所他的办公的地方，他会见弟子的地方，或他会见信众的地方，跟他住的地方其实就叫拉章。那如果你是在你自己的上师的家里头，你上师的这个拉章这个范围里头，那你就应该好好的照看或者是你甚至可能不在拉章里头你可能是在道场里头，他设的这个道场，那也算是他的这个，也算是上师的财物你在任何上师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他的道场、他的寺院，你都应该照看好他的任何一切东西，小从一个杯子大到一个佛像或者是小到就是地面是不是擦得干净，是不是窗口是不是擦得非常干净明亮，那杯子桌子椅子，任何一个风扇灯这些东西都要把它照顾得非常好那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你上师的财物，那从财物到你上师身边的人，你都应该非常恭敬、非常谨慎的去处理或者是去照看好因为那些都是属于你上师的东西，你就应该照看你上师的那些财物的东西呢，就好像你会小心谨慎的照看你自己的小命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呢，这边还提及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众敦巴其实在遇见阿底迦尊者之前呢，他其实他师从另外一位上师那这边是提及呢，众敦巴在那个时候，即使没有遇到阿底峡尊者之前呢，他跟随另外一个上师嘛。当时候的他呢，他晚上呢，他会照顾他上师的家里头的那些牛羊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呢，他也会用自己的双手呢，就是去帮自己的那个上师呢，搓那个皮革他会用自己的双手去帮上师怎么说去软化那些皮革然后呢，他的这个上师呢，之前的那个上师呢，也还有一个妻子，还有很多这个孩子。那这个众敦巴呢，他就会常常的背着这个上师的孩子呢，背着孩子走来走去，就是照顾好他上师的这些孩子。而且呢，然后呢，后来呢，他就遇到阿底峡尊者之后呢，他就问这个阿底峡尊者，他说，我过去的修行。是不是真的都有成就呢？然后阿底峡尊者是这样回答他的。阿底峡尊者就告诉他，你当时候照顾好你上师家里的一切，你照顾好自己的上师，是你过去修行当中最高成就的作为意思就是说，阿底峡尊者过去的修行获得最高成就的行为，其实都来自他照顾自己上师家中的那些牛羊皮革呀，他照顾好自己上师的这些孩子妻子这些，其实就是他最高的成就。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这些故事不管是刚才第24颂或者是26颂这一颂所说的关于阿底峡尊者和众敦巴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在菩提道次第24天教授掌中解脱当中也有说到完全一样的这个故事。好，所以呢，从这些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应该理解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对上师他的拉章里头，他周遭的，或者是他道场，或者是他寺院当中的任何财物呢，我们都应该用一颗非常恭敬的心去对待那些财物的东西。那就其实也包括了你上师身边的那些亲人你上师的亲人，你上师亲近的弟子，你的师兄弟，其实也算是跟你的上师非常亲近的人。那你也应该善待他们，恭敬的对待他们，就好像你会恭敬善待你的亲戚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修行人这些具格弟子要做得到的事情。好，
然后呢，这边还说到了，除了众敦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一些佛教人物的这个例子当中去当他们为学习的榜样呢？当然就包括密勒日巴啊，还有众敦巴这两个啊，这是葛西亚王达杰在他的书里头所说的这个内容。而且呢，还是众敦巴的故事哈。对，这个还是众敦巴的故事。这边他再继续的说，其实当时候呢，众敦巴在遇见阿底峡尊者之前呢，他是跟随他自己的上师在康区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常常的就住在这个沼泽当中啊，泥土沼泽当中。然后呢，这个他会允许他的上师，就是他的之前那个上师的妻子呢，坐在他自己的背上，那好让这个师母呢能够就是挤这个牛奶出来。所以呢，密勒日巴其实也一样的，他其实在伺候他的上师的妻子明妃的时候呢，也做得非常的尽心尽力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向这些佛教大师、佛教历史人物学习就是对上师身边的人也一样恭敬，也一样的善待他们，就好像你自己会尊敬和善待你自己的亲戚一样或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你要常常这样想。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这边也提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叫做葛西多隆巴。那这个葛西多隆巴呢，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这边给另外一个例子，他是说葛西多隆巴，他就说他给单纯的只是给他的上师的一条狗食物就是给他的上师的狗喂食的功德呢，还来得比这个他供僧就是供养整个西藏西部的僧人一餐饭的功德来得更大。意思就是说，上师身边的人他的他的眷属，他的家眷，其实也包括他的狗所以葛西多隆巴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供养上我喂食，我给上师的狗喂食的功德还要比我给僧人整个西藏西部的僧人做这个供养的功德还要来得更大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居格弟子呢，能够给自己的金刚上师的家眷做到如此的恭敬的话，那么这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你喂一条狗的功德还来得比你这个供养这么多僧人的功德来得更大？因为我们一般上都知道说供僧其实功德非常大嘛，但是其实在这个密乘里头对，密乘里头它其实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要在真正学密之前要知道要理解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这边他还说其实这都不是自己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例子或者是一段故事，其实在这个秘籍根本序里头也清楚的写到，即使你只是给你自己的金刚上师的一个毛孔做供养你得到的这个功德呢，也会比你给三世诸佛做的这个供养呢来的那个功德呢还要多出3倍因为你的上师其实就是所有三世诸佛的总集，它就是三世诸佛的一个代表了所以呢，即使你今天只是向你自己的上师的一个毛孔做供养，也胜过你做这个给三世诸佛做供养的3倍多出3倍因为你的上师其实就是三世诸佛一切的总集跟这个代表。好，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第26颂的内容呢，就到此就结束了。然后呢，下一段视频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说这个诗诗五思颂的第27颂，然后最后呢，一直说到第50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